各位天司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钟宇轩阿群妹。亚一博的吼，正是喺防疫期间，故说好希望大家爱带豆腐卡，唔好凊彩出去。唔过吼，带豆腐卡就会有当到需求啊，总系爱食东西，错冇唔单像一般的正常爱食，人搭含系爱食咯。故说今日节目当中，就爱来同大家来分享吼，实现皮肤工厂家度做嘅人搭，唔单像好食，韩国要做得来做公益咯。今日节目当中就要来同大家分享，细细格格来分享节目底度有请到位来宾来分享实现皮肤工厂嘅邱福妍分享怡珍分享。大家好，我是极贤皮肤工厂的怡珍，今天很高兴来到这个地方，跟大家一起来聊我们的产品。唔是緊張嗬，今日就係來同大家來分享。除咗嗬，怡珍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以外，另外還邀請到嗬，你育成基金會嘅資深嘅志工哦，分享秀菊子分享。大家好，我係楊秀菊。我即家吼，根本要真歡喜來到嘅，因為客家人嘅電視台來介紹因哋嘅好食嘅人士咧。嘿，來同大家來分享順曬嘅大災股啦。唔過因為今日嘅節目當中就要來同大家來分享極賢庇護工廠嘛。唔過一開始係從基金會開始的，談講這個你嘅秀菊子，你係呀基金會成立時間呢，這個年老級資深嘅人物咯。係啊，我即家沒有安尼聲音呢，我冇係今年40歲，就是較早吼冇安尼基金會吼。你講按你嘅聲音咧，係樣嘅聲音咧，你同大家介紹一下。較唔別嘅聲音咧。冇按樣講，其實就係深情寵愛嘅聲音咧。我講兩位都是用大孩子的這個稱呼來稱呼這些朋友們。你講太聲音咧，就種太聲音，強用愛照顧佢啊都。係啊。故說先前的時節，秀菊子一開始有講到，你自家沒有按樣嘅一張聲音咧。啊，頭擺冇辦法照顧佢啊都。係頭擺吼冇加下按好嘅福利啦。啊，我哋像強用嘅安尼家長吼，我哋吼宿舍啊，都想啊為我哋漢擺買路啊，買路嘅生意用較散啦，冇影響啊，啊就都係來教佢哋吼。教補佢哋有機會來做事，較唔逼嘅都做，較唔逼嘅較買嘅都做拍乜嘅事情，有條路不去做就好嘅啦。其實我做係按呢，因為人講天生我材必有用，唔過你聽到這個前面都適合你做嘅事情，故說後背呀育成基金會就成立了這個極賢庇護工廠。那極賢庇護工廠，它最主要成立的目的是什麼？極賢庇護工廠成立在民國93年，那我們是位於蘆洲。那成立的那時候，其實很多人都不看好。庇護工廠，是因為你庇護工廠你要做行銷，你要自己想辦法出產品，你要去賺錢，然後給這些孩子發薪水。對，那大家在那個時候，因為10幾年前嘛，很多人就是對身心障礙者包裝的產品的印象都不是很好，所以其實很多人都害怕經營庇護工廠，對。可是，我們育成在這樣子做服務的時候，在做最早的時候，在社區裡面都有點嘛，就看到很多的身心障礙者，他被二分法，就是要麼就是在外面一般市場就業，要麼就是在照護中心。照護中心。對，那有一群就是他有工作能力，你放到養護中心，他能力又太好。可是你把它放到一般職場，他又能力跟不上這一群的大孩子，就是在家裡面。那因為我們是家長團體，那時候基金會就想說，我不出來做，誰出來做？所以就這樣子先成立了極賢庇護工廠，然後收容一些就是有工作能力，但是他可能工作態度不是太好，然後沒有辦法進入，或是說可能一開始不是很適應一般職場
的这些大孩子在这里稳定的工作，我们就训练他一些工作技能啊，工作态度。对，故說小曲子就係因為這家屋卡有安陽嘅聲音咧，故說當投入到安陽嘅服務當中。係啊。那像怡珍，我就想要来问，因为听说你自己也不是像是社服的本科系，你怎么会想说要来进入这个行业？因为其实很辛苦。那时候，因为秀菊姐是家长，我是亲友，我一个表妹是亲友，唐氏症，她有一个，然后我那时候刚好换工作，那我在台中，然后我姑姑就跟我说。刚好育成有一个照顾中心，对，我最早我还不是在庇护工厂，我在那个发展中心，是，然后他说里面有缺人呢，你可不可以先帮忙进来，就是说多一个照顾人力，就是我虽然不是幼保出身的，然后可是我至少可以教他们一些简单的，比如说算术啦，或是说美劳啦，或者是说带他们做一些作业活动，就至少。先进来有这样的一个人力，等于是有一点就是看头看尾，对，至少就是先支援一下，然后支援了之后就基金会就说你要不要去受训，我想好像也可以啊。所以后面还要对，因为我跟他们相处其实也很愉快，就是跟这些身心障碍者，相处其实也很愉快，然后慢慢的就是在辅导他们上，其实也有一些成就感。基金会说，那你去上课。所以后面还是花了很多力气去学习、去精进。因为在教保没有资格的话，要先受教保的训练，教保训练就有进阶班跟初阶班。那后来调到庇护工厂之后，庇护工厂又有庇护工厂的训练。所以我就是教保的训练资格结束之后，到庇护工厂，然后又从庇护工厂这边开始从头开始去上那些培训的课程。对，所以几隻庇護工廠佢就提供嘅也就身心障礙嘅泰生人咧，本佢也就做些嘅機會，唔單槍按咧，天司機頭前嘅觀眾朋友，也就又有好空嘅哦。三下了阿權妹就會來收機，這些大孩子們，他們做出來的東西，或者是包裝出來的東西，產品就要來跟大家來分享一下，因為附起來嘅天司機嘅觀眾朋友都是吃貨，跟我一樣都是吃貨，所以就來跟大家分享你們最招牌的零嘴是什麼？我們目前銷售最好的就是這個原味洋芋卷跟原味洋芋卷，跟這個乳酪星星魚哦，好可愛哦！而且這些你們這個極限庇護工廠都有自己的一個堅持，就是都會標榜這些無添加啊這些東西，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你們的零嘴這個配方，聽說是你們自己的，對對，配方是什麼？因為就是我們會希望說能夠提供，因為一般人都會覺得說你無添加的食品很難吃，所以我們就為了想要去讓大家能夠去接受這種無添加的食品，對，我們都會去找市面上的食品先回來，然後大家去想說怎麼樣去取代，就是把裡面的一些添加物，就是大家如果覺得這東西可以哦，然後就開始把裡面的添加物東西就找廠商討論，說我這個不要，那個不要，這個不要。哦，對，就是因為你們會看市售的這些產品，它的優點在哪裡，缺點在哪裡，然後自己吸收，再把它調整配方。對，然後請外面的食品加工廠協助製作。對，然後最後再回來包裝。對。哦，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我們的洋芋卷啊，它取代掉其他的哪一些不好的東西？像我們的洋芋卷，它幾乎98%都是馬鈴薯。哇，太多了吧，98%？就只有一點點的鹽巴跟糖去做調味。那一般你外面吃到的，好好吃哦，外面你一般吃到的可能洋芋片啊、薯片啊，大部分都它就是，而且我們洋芋卷它就是油炸大概幾秒鐘而已，所以它不會很油。那外面市面上的，它可能麵粉的比例會比較多一點，再不然就是它油炸的時間會比較多一點，所以有時候你可能
拿一片起来，你就会觉得手很油。有，我刚刚他素拿也完全没有油哎，就是可能有，但是就是看不到那个油的量，所以而且吃起来你讲可能没油就没按后色啦，不过我吃起来它还是很脆口。对，很好吃。那接下来是那个乳酪星星鱼哦，看起来我也觉得很好吃。乳酪口味应该小朋友很喜欢吧？对，就是其实很多家长几乎都是买乳酪星星鱼，都是为了要给自己的，比如说孙子啦，然后或者是说小孩子啊，因为我们乳酪星星鱼在研发的那时候是台湾的面粉已经量产了，所以我们就尽量选用台湾的面粉，所以它第一个它是用在地的面粉。然后再来就是它用的是奶粉，然后起司粉也是我们特别挑过的。对，有哎，吃得出这种很奶香很重、起司味很重的这种口感。韩国当到老杯吃到嘅暗用嘅产品，我吃到砰砰，有点太。那就是有加膨发剂，我们都没有加这些。但这个吃起来是很扎实的，古早感吃到可能声音的啊，不管是幼童还是大一点的小朋友，应该都懂中医生。节目当中还有懂到CPM富工厂嘅故事，韩国产品，爱同大家来小结。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再来。好，欢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我係總演員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下CPM庇護工廠佢阿度做嘅東西，韓國佢阿度嘅故事。節目當中也係先一來同大家來分享，誒，你廣式農民啦，我同大家來分享乜嘅呢？就係啊，呀CPM庇護工廠佢阿度有很多你們的堅持。其中一項就包含是無氫化，那到底氫化是什麼東西？我們今天就來問一下我們的怡珍，請你跟大家分享一下，為什麼要標榜無氫化？一般的植物油，它原始的狀態就是液態，對。然後我們為了要讓它好保存，然後我們會做一個加工，然後讓它變成固態。對。可是這個加工過後的那個植物油，其實會它會研究上是會阻塞我們的血管，然後會造成我們一些心血管的疾病。其實也就係頭擺啲新聞啊，也係講波頭蛋糕，當家看到嘅很多反式脂肪。對對，所以在CPM庇護工廠裡面的產品都是標榜沒有氫化的油脂在裡面的。故說本天視機條前的觀眾朋友，食到很加安心，韓國又做得來做公益。除咗剛剛阿權妹食到嘅西蘭達董事分享以外，接下來要同大家來分享下肉絲嘅點心哦，對不對？小曲子，糖講熱清好食的哦。黑糖沙琪瑪，清好食咯。黑糖沙琪瑪，還有韓國沙琪瑪有兩種口味嘛？有一個五穀的，五穀的就喺底部應該看到有包呀，有點像是亞麻籽，是不是？亞麻籽有葡萄乾哦，而且。它的這個沙琪瑪是某槍 no boy， 就是很容易就整個結一塊，其實一嗨就會有一點像三塊冷案呢。哎呀，真好吃了。因為因為它的糖量沒有放這麼多，對，所以它不會完全粘在一起。它其實一拿起來有點就是要散開來的感覺。對，好吃，我們家最喜歡的。真的哦，而且吃起來真的感覺冇暗甜，唔會甜甜。中甜哦，實在要強強啊！對，哎呀，安尼個唔會。古時候也係小曲子，你嘅最愛。哎呀，最喜歡的。對啊，就是按用。看人咩親愛食啦。就是按用肉絲嘅點心，有古早味，然後也有現在小朋友喜歡吃的新的甜點，東冇去用嘅鹹菜都有。唔過除咗也有冷搭以外，還有禮盒可以跟大家分享，對不對？我們是不是也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果乾跟堅果的禮盒？我們這2年因為就是大眾偏向有比較養生，那所以我們銷售最好的就是這個堅果禮盒。我們的堅果它是沒有調味，也是低溫烘焙，所以它因為一般外面有的堅果，它可能是油炸過了，然後就會比較燥，吃起來會比較燥熱。那我們是用我們是用烘的，把它烘的，然後還是低溫烘。
所以它你要打精力汤也可以，然后早上如果说你弄一盘生菜，也可以加坚果。对，然后加葡萄干、加蔓越莓这样。哇，真的很健康。除了按用果干的坚果礼盒懂空天以外啊，也有果酱的礼盒，而且这个果酱也是很养生，懂空天给果酱哦。你像小孔子同太高了，分享一下这个。那个黑芝麻酱。哈，你一般都用的是？我一般都用吐司啊，冇都用馒头，不看吼，看会是馒头。馒头是来较 Q。又唔会痛甜。真的，因为老杯嘅芝麻酱清酱就会油跟糖，油然后糖太多就唔好食。而且这个好新鲜哦。伊讲馒头更较好食啦。升起了那个芝麻的香味。对呀。而且是黑芝麻加白芝麻。看你要加黑芝麻还是白芝麻。白芝麻你还可以做凉面。原来黑暗呢。你再加一点醋。还够挑油，再加一点开水，不是挑油哦，不是挑油哦，不是挑油都清用哦，加一点醋。像这样子礼盒用来拌青菜，是不是也很好吃？对，就是烫青菜，直接拌，然后那个芝麻香就会出来。然后芝麻我们也是低温烘炒过之后再下去磨成酱，所以你会看到它的油脂是浮在上面的。一般氢化的那个油脂，你就是看不到这一层油，会结块。对，你看不到这一层油。不是，它是混在一起，你看不到一层油。对，伊迄我时间吼，所以它会分两层啊。对，我来记搅搅啊，我来记搅搅啊。对，故说其实像按用嘅礼盒，其实都是可以做客制化的。我相信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唔单枪可能去甲会送礼啊，迄假使讲比较讲像是有什么公司啊、企业啊，想要大量嘅做礼盒。其实庇护工厂都可以做客制，对，你们曾经有什么样的客制化的例子，或者说什么都可以客制，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就是有客人要订那种婚礼小物啊，我们也想办法把我们的饼干包成小包、小包、小包，然后还粘上蝴蝶结啊，对，或者是说他自己制作贴纸来，我们帮他贴啊，然后这是婚礼嘛，然后再来就是企业啦、蜜月礼啦，都有客户订过。对，听说是各种礼盒，只要你想得到的都可以订。对，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这些大孩子能够持续稳定的有工作做。对，所以只要有客户有意愿，就是找我们帮他们设计礼盒，我们都会愿意。对，那其实像里面的产品都是可以自由做搭配的。对。我们也会跟客户讨论，因为有时候客户是给一个金额，他没有想法，我们就会给他建议说，在你的金额之内也有这些。都可以。对，但是有一点懂处，也有给黑假使讲你要大量订按用给礼盒吧，要大量订的时候，我们要多早以前就要提前订。大量订礼盒的话，会比较建议大概1个月前，因为礼盒要包装、要讨论、要制作，产品也要制作，对，都要一个时辰。1年以前就做得来，先听给要黑公打电话去问一下，对啊，双方讨论一下这个想法，你就做得来做这个大量的客制化的礼盒。那常规的礼盒大概1个礼拜以前，1个礼拜以前都可以。那其实像按抖给东西啊，全部都是这些大孩子们做出来的。但是其实这么多东西，太家兄来听，我们应该要怎么看得到庇护工厂的消息跟讯息呢？可以怎么搜寻到你们？就是 Google 极贤庇护工厂，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网站。对，所以大家就做得松用去看啊，就做得请到家的，要还直接打电话去问都可以，对不对？对。其实也有太生人呢，我做也有条路，一定是跟一般 no boy 的就业匹配不一样的，就是他在这里工作跟去其他一般的地方工作是不一样的，因为你们会看小朋友的需求去给予不同的协助。对，比如说呢，像这些小朋友，他们在工作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有的，比如说他可能比较害羞啊，然后他遇到有一些工作上的状况，他就比较不太
不太好意思，或是不太敢直接告诉我们。那他有时候就会用哭泣，来去表现这样子。但是他也可能没有办法说出来。对。那这时候怎么办？就先把他带离场域，就是先不要让他在作业区里面，因为他们每天在一起工作，其实感情都很好。那一个哭，后面其他的，尤其是女生，很容易就跟着哭，就莫名其妙也跟着哭。问他说：“那你为什么哭？”我说：“我看他哭啊。”所以就是只要有一个情绪不好，我们就会带出来，先带离那个场所，对，然后安抚他，然后问他到底原因是为什么，就是有时候要慢慢问。对，那其实也因为像这样子的庇护工厂，佢要做出来嘅东西，爱本消费者安心。唔讲咩有人讲，要到新年做出来嘅东西，敢做得成，敢安全。这我相信是很多观众朋友的疑虑。但其实一定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庇护工厂有一定的标准、一定的 SOP、一定的卫生的设备跟规则，对不对？对。其实，在食品安全卫生这一方面，我自己本身是很坚持。因为我们这一群大孩子，我们就是在外面都叫他庇护性的就业者，他其实是有工作能力，只是他可能因为工作态度啦，或者是说工作意愿还不是那么够，才来到这里。对，那我就会对他们要求比较严格，因为我会觉得说你有工作能力，那你就是要保持下去。对，因为对我们这些大孩子来讲，他们容易老化的比较快，那不进则退，他退化的程度会比我们一般人还要快。所以我会很要求他们，就是一直在持续的进步。那在卫生的部分，为什么我那么坚持的原因，是因为早期我们93年开厂嘛。那94年的时候，第一次去义卖，那时候很多人还不了解什么叫庇护工厂。对，那就曾经有人来问过我，就是说来摊位问我说这是什么东西，我就跟他解释说，这是我们厂内一些身心障碍的孩子包的啊。他就会说身心障碍哦，您包，就是他用闽南语告诉我说。你们包的东西能吃吗？就东西拿起来看一看，听到是身心障碍者，就这样丢在桌上。我当下觉得好难过，眼泪差一点都掉下来。然后我会觉得说，他们工作都那么认真，为什么东西要被这样嫌弃？所以我对于他们的安全卫生，是本来已经很严格了，从那之后我就更要求，非常非常的要求，就是进去就是一定要消毒，帽子要戴好，围裙要戴好，然后口罩要戴好，对，就是非常非常的要求，就是不要让他们觉得，不要让人家觉得说他们的包装的东西就是一丝的那种疑虑我都不要有，因为我觉得他们包出来的东西那么的认真，就是你教他这样，他就是这样子，他绝对不会像我们一般人有时候可能还会说干嘛那么累，老板没看到。随便就过去了，他们绝对不会。但是庇护工厂不一样，也因为吼有像医生啊，韩国小曲子按用嘅人来听数，也在基金会韩国庇护工厂，将有按用嘅成绩，将有按好嘅东西。故说今日嘅节目当中吼，先生们小曲子来到节目当中哦，谢谢。好，先休息一下，等下再过再来。好，分享大家有陣到福起來咧，我係綜藝圈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好食品庇護工廠，今日就唔但搶好本消費者做得買嘢到，又空間又好食，又做得做供應嘅也就人搭。韓國媒體提供創業機會，本也就心心創愛嘅人，本也就做得用自家嘅能力來賺錢。故說也就愛賺錢啊，愛做事，聽說就愛需要一條天數。故說一條天數就是。像怡珍这样子的救服员要协助他们的。那其实庇护工厂跟外面一般的工厂，工作场合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可能品质刚刚有讲到，我们品质一定要非常坚固，卫生安全也要非常坚固，但是可能我们就不会这么的。
压缩这些身心障碍者的工作时间，对，他们可以慢慢的完成他们的工作，但是也需要这些就服员给多一点的细心跟协助跟耐心。那也针对这些身心障碍的小朋友，有设计了一些辅助他们工作的一些道具，我们是不是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就是在他们的工作上，其实，我们要考虑到他的能力。然后还有他们工作场所的各种展售。那我今天准备了3样东西来跟大家做个简单的分享。第一个是帽子，就是一般像我们戴口罩，耳朵就会痛嘛，戴久了会痛。压抑爆防疫期间很有感，那个耳朵那个压力很大，那个弹性绳有没有压到耳朵后面很痛？对。那我们很多庇护员工，有的他不会去表达，他不舒服，他就直接像刚刚就有提到，他在直接就是作业区就哭了，所以我们就找厂商问，就是询问，然后厂商就做了这样一个帽子，口罩就是直接挂在这里。所以我们一般外面工厂可能是先戴口罩戴帽子，我们是先戴帽子戴口罩，再戴口罩，就是有一个圆圆的东西在上面，就是让它舒适，工作的时候舒适。而且这样子的安全性是你甚至把整个头发都包起来了，对，头发整个都包起来，就是连耳朵跟这边的细毛都不会露出来。故说安全又再高嘎一层，就是又再多一层防护。那其实我相信你们会找到这个点，应该也是花很多时间去询问这些，就是跟厂商讨论你有没有办法做到，然后我有这样子的问题，你可不可以协助我处理？那你们怎么最后发现是口罩这个原因让？他就是慢慢问嘛，问说你到底怎么啦？为什么哭啊？后来他就说耳朵痛，他就讲一句耳朵痛，对。那也花了很多心思才打开他的心房，让他说出耳朵痛。对，因为有时候他们可能痛觉也比较没有那么的敏感，他只知道不舒服，他不知道他怎么了，所以就是有时候也是要慢慢去问。对，除了这个口罩之外，像是桌上也有一些辅助他们的道具，今天也特别带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是调整日期的，因为像我们那个产品都会有半年，然后保存期限12个月。对，有时候他们在换算年月日的时候就比较没有那么的顺利，所以就是像它就是会有本月嘛，然后半年就是用这样旋转，对，就是用旋转的方式。所以就是现在是，比如说现在是4月。然后它的在6个月之后就是2020年的10月，7个月就是11月，就是协助他们，不用慢慢的心算，可以直接。有一些孩子的换算能力没那么好，他可能会算到2020年的13月。就是协助他们。其实应该要跳跃变成是2021的1月。对，了解。所以就有这些辅具，然后还有这个方方的，这个是装米。因为我们要放到那个包装机里面去成型，对，那厂商会要求这个米要有直角，所以我们就自己去找那个广告，就是找那个厂商，亚克力厂商帮我们裁切，这裁切是我们自己裁切，就是厂商帮我们裁切回来，我们自己粘，然后再这样固定，然后再放到包装机里面去塑形，这样，那出来它的米就是方方的，对。有这样一看就现在还有看到我们画面上的就是小朋友在包装的影片，对，所以这些包装的工作，可能小朋友都会视他们的能力，对，去分配不一样的工作。对，然后就服员其实是要先操作过，因为他操作过，他才能知道怎么样去教这些身心障碍的朋友。那他们还有左手右手。左撇子右撇子，所以我们就服员就是左手怎么操作，右手怎么操作都要会，才能够去教左撇子的跟右撇子的。是，其实我觉得像就服员，其实全名是就业服务员，其实很辛苦，你们要花很多耐心去教导他们。对。你觉得整个教导的状况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其实说是教导，其实我觉得是互相，就是我们教他们，他们也教我们。像我觉得跟他们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学习，反而对我自己来说，我为什么会一直待这里，是因为他们给我的一些回馈，让我觉得在我的生命中。
我找到不一样的出发点，然后看到不一样的世界。像一般人可能被主管骂，私底下可能就会抱怨说，然后主管又骂我，然后那个主管怎么这样，然后像我对他们就很严厉。那曾经就有其他的就服说，你会不会对他们太凶？我就想说，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觉得我太凶，我就跑去问他们，就是说，你们会不会觉得我太凶？他们不是说会，他们给我回馈是不会啊，就是我做不好你才会凶我啊，我做得好你就不会凶我了啊。那种当下那种就会觉得说，哇，你知道我是在为你好就会觉得从他们身上学习到，其实我们更该做的应该是检讨自己。对，就会觉得说，其实他们的心，第一个他们不会记仇，然后有的人会觉得说啊，智能障碍者很笨，可是事实上他们的心是，觉得他们的心是最亲民的，他知道说你是真的在对我好，你不是在歧视我，然后。其实他们都能够感受得到，像有时候他们坐公车，如果公车司机对他们，对他们好，或是对他们不好，他们来都会讲，今天的公车司机对我不好，今天的公车司机对我很好。其实要协助这些身心障碍的朋友们，卖给啊的做给产品行销上面会遇到非常多的困难。对，那我想医生是不是也跟大家分享，你在协助行销这一块有遇到什么样的挫折过吗？比较多的是社会大众对于身心障碍者的不认识，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靠人力。其实老实说，我的这些产品，我用一台自动包装机，我就可以取代掉所有的人工。可是因为我是庇护工厂，对，我有我的社会责任在，我就是必须要提供他们工作，所以他们很多包装都是手工摇料，一般外面工厂都是机器装填装，我是手工摇料，然后手工包装。所以我的人事成本就比较高，那我的单价，但是最终的目的是希望他们可以有一辈子的工作。对，那我的单价就会比较高，所以我会遇到厂商跟我说，他要单价低的，他说你那个单价那么高，我们的预算不够，那我们会试图去跟他解释说我们人工比较贵，我们是无添加。他说有的厂商甚至会回我说，那我用无添加，我用有添加还比较便宜。但是我想要就会天使给条前的观众朋友，他们消费者自己可以决定的了，因为我们可以选择可以做公益，但是又吃得健康的这些产品。故说希望天使给条前的乡亲朋友，今日收视的呀，10片庇护工厂哦，也谢谢怡珍来到节目当中，谢谢。每次问观众朋友嘅收看休息一下来做运动哦。